41，你买请我食饭，是无？42，啥物人爱读册？43，你老师在写字，但老师在看册。44，伊无在用你的笔，是无？是，伊无在用我的，伊在用带线线的。45，啉线线毋啉咖啡，伊买啉茶无？46，有台北的学生来读册无？47，你线线买册互我看。48，你无买去台中，我嘛买去。49，杨先生的册买互你看无？50，迄毋是万年笔，是圆珠笔。51，我在写字，毋是在看册。52，你是来台中读册，是无？53，张先生毋去，你买去无？54，吴先生买茶互我啉。55，李先生讲伊毋啉咖啡。56，我食饱啊。57，刘先生在做老师，是无？58，学生去读册啊。59，老师在食饭。60，陈先生买钱互你无